阿爺泵水搞動漫，票房慘淡。國產動漫片製作近年受中共高度重視，重金津貼支撐。前年嘅《喜羊羊與灰太狼》達到破紀錄嘅過億元票房，但之後無以為繼。今年暑假多部國產動漫慘遭滑鐵盧，投資1.2億號稱 3D 大片嘅《兔俠傳奇》，內地只係收1620萬。曾經獲業界大讚，投資6000萬嘅《藏獒多吉》票房仲只有135萬。而一啲被冠以紅色經典、反映中共意識形態嘅動漫更加血本無歸，好似作為中共建黨90週年獻禮嘅《西柏坡的故事》，投資4200萬，票房差到唔敢講啊！相反，外國動漫就大獲全勝，荷里活嘅《功夫熊貓2》喺淡季都有超過6億票房。德國嘅《動物總動員》亦輕易收6335萬。分析指國產動漫粗製濫造，大部分模仿日美動漫。但製作機構因美院觀眾崇洋哈日，要求當局補貼戲院放映國產動漫電影，有傳北京將會再掟幾千億巨資力撐國產動漫。